你信唔信喺日本過聖誕食唔到 KFC？ 係會俾人笑？日本人嘅聖誕儀式感真係已經進化到有強迫症，想深度體驗日本嘅聖誕節，記住做齊呢5件當地人必做嘅事，特別係第2點，好多遊客都中過伏。點尾仲有呢個地道攻略卡，擘底線出發。第5位，唔睇燈飾等於冇過日本冬天，唔係求其睇幾盞燈，而係成條街變成電影場景嘅。想夢幻去涉谷嘅青之洞穴，行藍光隧道；想浪漫去六本木嘅欅同東京塔合影；想 high class 去馬魯諾節係香金賓大道。馬魯諾節會亮到2月份，但係青之洞穴通常25號就會完，要夾啱時間打卡。第4位，你要跟足傳統，必食草莓 shortcake。點解？因為紅色同白色係日本嘅吉祥配色，聖誕食佢就係儀式感嘅天花板。想豪嘅去伊勢丹同埋高島屋嘅地庫搶限定版，想方便啲樓下嘅羅松七仔嗰啲其實都唔失禮，最緊要係個 wave， 記住25號前好食啦。過咗就冇 feel 噶啦。第3位係情侶之間嘅年度求生戰，交換禮物。日本嘅情侶公認預算係1萬蚊到3萬yen，重點唔係貴，係你要有心。新聞都報道過，最穩陣嘅攻略係女仔送實際啲嘅，例如銀包、頸巾；男仔送飾品同埋化妝品，實冇死啦。呢個係考驗你平時有冇留意對方嘅喜好嘅關鍵時刻。第2位，去迪士尼過聖誕。好啦，唔係叫你衝過去，而係叫你避開佢。千祈唔好以為24、25號係最逼人。其實真正嘅地獄係27號，因為日本學生仔放假出籠啦，想唔使排隊排到懷疑人生，一定要避開27號之後。真正識玩嘅係提早到12月頭就入去，氣氛一樣嘅夢幻，但係排隊時間少一半，咁先係王者級嘅享受。第1位亦都係最不可思議嘅 KFC 晉升儀式。日本聖誕夜冇炸雞，成件事就唔完整。但係你又排隊都買唔到真 KFC 嘅聖誕筒，點辦？你可以買七仔、Lawson 或者 Family Mart 嘅聖誕雞 set。相信我，日本便利店嘅炸雞水準絕對係夠做有特。總結一下，燈飾、蛋糕、禮物、迪士尼、炸雞，做齊呢5個 combo， 你個日本聖誕就圓滿啦！快啲截低呢一張地道攻略卡，Follow Benny 帶你識玩最地道嘅日本。